伫咱教会真透早咱就有真侪同工来到伫教会第备班、第准备服侍，对伫拄则敬拜俄乐，甲咱的献诗，拢有得到真大的感动，得到真侪的圣神的充满，相信上帝的恩典祝福一卡满满，伫咱台南上富有、阁上强盛的富强教会。咱大先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你，互阮伫今早起会通三甲组织，也互阮会通来到伫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富强教会，主阮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阿罗上帝。阮也看见富强教会伫即个所在，伫台南。特别伫即个社区，为主你做侪美好的工，也传扬上帝你水的福音。伫这个福音的脚热的中间，主阮看见上帝你恩典祝福满满，伫富强教会。主阮也恭敬，将阮敬牧者、中级同工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主你。特别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你互你的罗宝有即个荣幸，有即个福分，来到伫富强教会，阮做伙来思想上帝你的话，阮也做伙来敲吹上帝你的启示，也愿上帝你高抹你罗宝的喙齿，互阮无论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帮赞、恩典甲祝福。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有人讲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咱得爱常想一二，莫常常去想遐不如意的八九事，要常想一二好的事。总是当咱咧想的时，咱会感受到侪重大压力，无论咱的工作、事业、学业。无论咱的大人、青少年、小朋友，拢会有无共款的重大压力。特别即个世代中间，因为时代一直咧变化，逐个人感受到的压力愈来愈无共款。目者敢有压力？有啊。阮最近有一个讲座也是孙宝林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讲启示录。伊咧讲的侪分享拢互我感觉心有戚戚焉呐。譬如讲，孙牧师讲，伊捌安尼做梦，伊常做的梦，就是要讲道讲道片毋知囥伫倒，也是已经来到伫教会较奇怪，佫穿短裤、衬拖安尼结果常惊醒做安尼的梦，其实我嘛常做安尼的梦啦迄是讲。要讲道奇怪，较讲道的资料，甲我写的讲道片完全无共款安尼所以牧者嘛有牧者无共款的压力，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压力。咱咧看棒球咱拢会看到真侪遮无共款的遮的比赛球员无共款的压力，亲像当咱若看到两好三坏的时咱就知影，即个时阵，逐个人拢有无共款伊的压力。牵球的人有伊的压力，伊毋知影过来牵的球是甚物款的球。讲的人呢，伊嘛压力真大，因为伊爱选择讲即粒球，我敢要讲。主审呢，主审后壁迄个主审敢有压力？有啊，伊着爱好好判即粒球。若判无好可能等下球员就拢冲出来教练嘛出来但是即个主审有一个优势啦，就是伊会当叫逐个拢出去叫逐个拢出去安尼。其他的人呢嘛有压力，甚至观众、啦队嘛有压力即个时阵是要跳毋跳所以伫迄两好三坏，特别若个第九局若个满垒咧。即个时阵，逐个拢流唱歌电视前的观众嘛拢流唱歌咧等总是其实咱知影你拍棒球好球无一定是好啦歹球咧
嘛无一定是歹，吼，四坏球的保送，吼，啊若满垒的个送一分安尼，吼。所以其实伫咱的生命中，拄则咱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着爱常想一二。你若常常想这个好事，代志会愈来愈好，好事咧会愈来愈多。所以歹无一定是歹，歹嘛是一个机会。所以危机就是一个转机，良好善坏可能嘛是就是一个转机啊。所以当咱看到圣经内底侪信仰的前辈，因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因就是拢伫迄中间超找上帝的旨意，因就是伫迄中间转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亲像约瑟啊，一世人对青少年就安尼拄着遮个拢是无好的代志，总是伊知影要安怎来牵调上帝。大笔嘛是安尼啊，但以理嘛是安尼，以斯帖、保罗因拢是安尼。以斯帖当伊拄着伊生命中的一个危机的时阵，伊就爱伫遐做真重要的一个选择。伊面对伊生命中迄个民族的一个整个的存亡、危急存亡之秋的时阵，伊就爱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选择。伊就爱安那，我伫甲你甲伊讲的，你伫即个时阵，你爱做一个选择，你敢要显露出你的迄个身份？你敢要去见国王？我伫甲伫迄个时阵，嘛甲伊讲，其实我伫甲伊的压力嘛真大啦吼。所以当伊咧甲以斯帖讲的时阵，伊讲伫即个时阵，你若静静拢无讲，犹太人因要对别位得到脱离，得到拯救。你甲你的老爸一家要得到拄到灭亡，要啥在你得到王后的位，毋是为着今仔日的时势啊。以斯帖伊伫遐为着犹太人，咱台语的圣经写犹太人吼，华语的圣经写犹太人。伊伫遐面对着整个民族的即个画面，伊咧想，伊若无去讲啦吼。伊家己嘛是原在做伊的王后啊，但是伊敢要来互遮个所有的代志来浮上台面啊，浮上台面，包括伊家己的迄个身份。所以伊吩咐人去回复末底改讲，去召集伫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着我禁食3日。忍眠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然后我要无照即个例日去见王。最后一句讲安那，我死就死吧，死就死吧。伫3月份的妇女事工主日，阮的教会牧师娘讲道用即段的圣经在咧讲的时阵，我心内有真多的感触、感动甲亮光。我感受到讲，以斯帖有真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伊爱做一个真重要的选择。尤其最后讲安那，死就死吧，你兄弟姊妹，这个妇人人，伊有伊真重大的一个选择、决定甲决心。伊讲要禁食祈祷3暝3日。无食，阁无啉。最近咱是大斋节期，大斋节期的中间，伫顶礼拜我嘛甲阮的兄弟分享到禁食祈祷。这个禁食祈祷，要安怎互咱的生命改变？迄是要安怎改变咱的生命？迄是对咱的生命有甚物款的影响？毋但呢，以斯帖伊是用完全的禁食。无食无啉，我若爱去病院做抽血检查的时，即几冬来差不多半冬就爱做一遍抽血检查，佮拢爱检查几啊项。毋但安尼拢是爱空白，吼，空白佫毋是空白，8点钟拢是迄种12点钟的。所以，比如讲我透早
7点就会当去生态病院抽血，我着较早去的。虽然较早去吼，嘛拢排足侪人安尼，逐个拢足够早。我想因是毋是拢无困啊？因为看房嘛，啊困袂去啊，吼，甲我共款。也是讲怎拢去伫病院安尼吼，也是毋是大院啦吼。啊7点半着排到100几号安尼吼，啊但是因咧抽足紧的，唰，啊着滚啊讲啊吼。啊我着拢会甲牧师娘讲，甲我提醒一下，我明仔载啊7点要去病院抽血。所以我前一暗7点就袂当食饭啊，吼！啊，我要叫伊甲我提醒啥？就是讲提醒我顶一工前一暗吼5点爱食较济物件，因为我7点就袂当食饭啊，所以5点就开始青菜仔食吼，食到7点，禁食空腹12点钟安尼吼，安尼毋知对啊毋对吼？咱教会足侪医生吼，安尼毋知，我就感觉讲哇，空腹12点钟。无食无啉，啊若搁做较大项的检查，着爱安那啉迄个，互你会通透放的，吼，你会通一直去走去透放迄种的药啊，爱落互清气，哇，迄个较辛苦呢。3工呢，无食无啉呢，安尼的禁食祈祷，然后医师条讲死就死吧。所以伊伫迄个时阵，伊敢有压力，伊敢有重担。伫迄个良好3坏满累第9局的时，哇，伊爱做一个真重要的选择。其实约瑟伫伊的生命中，伊嘛得到透放。迄个透放是当最后伊做宰相，伊会通拯救着因全家族，甚至全因的民族的时阵，伊甲伊的兄哥讲安那，当恁免因为骂我来到遮。来忧闷，来家己怨愤，伊兄哥惊约瑟的报仇啦，吼！啊，知影讲，这是约瑟呢，是互咱未来埃及的呢。啊，约瑟讲，就是恁，来拖出去啊，狗头铡伺候啊，吼！敢有安尼无啦？伊讲，恁骂我来到遮吼，是上帝找我带生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当伫即个所在期远嘛，已经2冬，有5冬无通种植，无通收成。上帝找我带生恁来，为着要甲恁留村的种族交世上，阁要安那惊伊大的拯救，保全恁的活命。安尼看起来，找我来到遮是毋是恁啦？是上帝。伊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伊全家主，管理埃及全地。所以其实因拢将即个危机化作转机，每一遍的危机拢会通化作转机。咱伫咱的生命中，咱拢有无共款的重担，咱拢有无共款的压力。伫咱的生命中，咱的压力亲像山遮尔大。啊，其实咱拢知影，即个压力山大吼，这台语我其实嘛无啥会晓念吼。咱的词汇即词较巧，伊就直接读华语，压力山大吼。啊，不过咱的即词读台语圣经真标准吼，真标准。即摆青年人足侪像末底改，我会记得我青少年的时吼，啊，阮要演戏嘛，啊，这青年袂晓讲，拢一直讲无底改吼。阮的辅导就讲安那，爱改啦爱改，毋是无底改，是末底改吼，末底改吼嘿。所以压力山大，压力山大吼，这其实咱知影这是一个谐音梗啦吼。啊，压力山大大地，所以讲压力山大。不过真有意思啊！你迄个压力亲像山遮尔大，山甲你缀条咧，迄是山甲你炸条咧，山甲你缀条咧，还是啥物人吼去互一个山甲伊缀条咧吼？啊，一个吼，孙悟空吼嘿。啊，山伫头前甲你挡掉咧，你要安怎办？要安怎办？坐直升机过较紧啦，吼！啊，无就是爱爬过，啊，无就是爱驶过，啊，无就是爱钻一个坑，像咱的足侪隧道安尼两过。当你的山，毋是你的山亲像压力遮大，当你的压力亲像山遮大的时阵，你要安怎办？即种的谐音梗。其实即站足济吼，咱特别伫台南，咱看见最近足济人伊要开店吼，
伊上大的压力，毋是讲伊的资金，伊要卖啥，还是伊要开即个店找所在。其实最近足侪人伊要开店，上大的压力就是号名。为虾米？足侪人爱号迄个名，就是足特别的名，就是互你看到迄个名，你毋知伊咧卖啥，所以你较会入去买讲，即间到底是咧卖啥？是咧卖豆泥，还是豆花，还是土豆？所以伊就爱号一个足特别的名。其实阮看西街教会因为阮常常有人来参观参访啦，最近寻根之旅。对去年台南400年开始常常有人来参观，也是拢来即个寻根之旅。咱新老病院嘛拢最近拢有办安尼的寻根之旅，佮军队嘛佮医生的脚热去到伫目沙内文因拢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看西街教会叫做看西街？真特别其实这嘛是一个谐音梗。当然第一。就是芒阿哥医师，伊来到台湾，来到伫高雄，对打到入来到伫府城，第一个落脚的所在，第一个即个设点的所在，就是迄条街叫做看西街，伫遐租一个所在做医馆，甲礼拜堂。总是后来看西街改名改做仁爱街，即马咱阁有迄条街叫做仁爱街。所以我来到看西街的时候，我甲兄弟讲。咱教会甲看西街即个名甲伊保留掉咧。若无你即马 Google 你找无着看西街，我嘛有咧想讲要请政府甲迄个仁爱街改做看西街，改转来伊原来的街嘛。无中正路就会当改做汤德章路所以看西街其实是安尼，看西街教会是因为迄条看西街来。嘛有人就会问讲，为什么叫做看西街？无爱叫做看东街、看北街、看南街。我讲你嘛会当去号一条看北街啦都东门、北门、南门教会、西门教会其实看西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看西边的西，第二个意思咧是遐足侪庙嘛，庙头前拢有啥西啊，所以有人讲看到西啊，就看西的街，看西歹较奇怪，所以变做西边的西安尼。所以这嘛是一种的谐音梗，这种的谐音梗压力山大，你亲像山遮尔大。其实咱看保罗先生伊咧传福音的时阵，甲咱即马咧传福音无共款。较早咧做牧者传福音，甚至咱的宣教师嘛是压力拢真大，因为因会拄着足侪危险。迄种的压力有时就亲像山甲你挡掉咧。亲像芒阿哥医师，爱去到伫山区的所在，西拉雅的部落的中间，迄当时的路线比即马搁较歹行。咱即马咧行，都已经感觉讲哇，真无好行。何况是迄个时阵，所以其实保罗已经坦然坦白，甲伊所拄着的危险，甲伊所拄着的状况，甲伊所拄着遮危难、遮灾的困境，甲伊分享出来，甲伊写出来，甲伊讲出来。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在咧讲起着保罗伊传福音的中间，真侪遮的重担、压力，甲伊所拄着的危险，伊行远路拄着江河的危险、贼马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艰苦，困无好，腰喙焦，豆豆无食，寒烫目体，拄起遮的外事，阁有一项，逐日缀我，逐日缀伫保罗的身上，就是替正教会看路，替正教会看路。咱看遮的危险，都差不多，伊不管行去到底，就是危险；行去到底，就是危险。内底危险，外口危险，逐个所在拢其实拢是危险。伊真坦然坦白，亲像大笔嘛常常咧讲：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主啊，救我；主啊，我流目屎。有时我咧想，诗篇其实要讲道嘛，真无好讲，因为较讲的是大笔主啊，怜悯我；大笔啦，讲我安怎安怎。
那亲像咱若讲，就是咧讲咱家己安怎。其实大笔保罗因拢真坦然坦白，所以其实咱嘛会当来到上帝受恩宝座前，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其实大笔就是安尼讲，保罗嘛是安尼讲：主啊，我需要你。所以就是因为咱的软弱软正，咱才有需要来到上帝受恩宝座前。就是因为咱的软弱软正，咱才有需要来亲近上帝。孙宝林牧师顶礼拜嘛是甲阮分享，伊讲咱兄弟姊妹一日5天、6天，甚至7天工作压力重重，所以当礼拜日咱需要来到伫教会，咱三甲组织，咱做伙来亲近上帝。咱互相关心，互相带导，三体系，重新得到快乐，然后安那走也无也，行也无先，然后搁较安怎出去就是安那，亲像迎照天色飞过。所以当咱来到伫上帝的受恩宝座前，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即礼拜有甚物重大压力？我即礼拜拄着甚物危险的代志？拄着甚物困境？挑战、困难灾厄，总是我暂时放下。我要对上帝者、对教会礼拜聚会、对咱的团契牧区、对咱的诗歌、读上帝话、牧者的信息、敬拜阿乐，我要重新得到快乐。所以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生命的内面，咱虽然是土做的器具。华语的圣经讲瓦器，台语的圣经讲咱是土的器具，咱是土做的器具，总是有一个宝贝伫咱的内底，是极大的关联做上帝，毋是出伫咱。咱真正是软弱软正，咱无法度做甚物货。咱凡事受患难，咱为难无失望，咱拄着困着也无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身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咱的身躯。咱有宝贝伫咱的生命中，有宝贝伫咱的内面，所以咱有看见咱家己的价值。咱的价值毋是外人所看的，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咱的内心。所以咱是有土做的器具，有宝贝伫咱即个土做的器具的内底。别人所看到的，只是显露伫外面的迄个土的器具，但是咱家己知影，内底有稳重宝贝，有上帝的灵、上帝的快乐、圣神伫咱的生命中做主做王。所以虽然咱有一个亲像山遮尔大的压力，甲咱挡掉咧，甲咱缀掉咧，总是咱会比孙悟空搁较敖。咱会当甲山刷开，为虾米？因为咱有信心嘛。咱的信心若亲像一粒挂菜种子，咱会当甲山讲：你对即边刷去迄边，伊就要刷过。咱会当甲上帝讲：上帝啊，伫我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伫咱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因为咱有信心，咱要叫山刷走，咱要叫山离开。毋免地动，山就要离开啊；毋免海动，海就要崩溃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有信心的，咱是有上帝的灵的。总是保罗伊嘛真坦然，咧写批互哥林多教会兄弟，互兄弟姊妹知影伊所拄着的危险困难。其实伊嘛是要勉励兄弟姊妹讲。恁可能嘛拢有类似的困难、挑战、灾的压力重重，我嘛有，咱拢有，但是咱做伙来努力，咱做伙来拍拼。逐个人的重大压力拢无共款，其实有时坦白讲，咱听兄弟咧分享，咱嘛真正无一定会通帮因解决、替因解决。因为因的重大压力有因的专业，咱无一定会当替因解决，但是咱会通替因祈祷，因嘛会当关心咱，替咱祈祷。有时讲的、口的，会搁较好。所以
过去咱有真多的重大压力，可能咱有咱的大事，到明年可能就变小事啊，搁过年就变往事啊，搁过咧就变故事啊。所以无论大事小事拢袂要紧，过就变往事，过就变故事，啊过就变无事啊。所以时间有时会当冲散这的重大压力，但是有时咱嘛需要交托。这个交托就是咱交托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咱嘛捌唱过诗歌讲，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牵线，总是主的疼，永远袂改变。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弟兄弟姊妹，有时咱唔通一直靠家己，咱的信心是交托伫上帝，是在伫上帝；咱的性命是交托互上帝，是上帝在掌权的。其实有时阵上大的压力是伫咱家己啦，常常咱是互咱家己压力。咱期待安怎，咱愿望安怎，所以有一句话讲安那，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嘛。你无啥物的期待，其实就无啥物的伤害。当然有当安尼讲，感觉所以我拢袂使有期待。总是这个期待，你爱有交托。这个期待，你是爱将你的重大压力变做你的助力，变做你的动力。有一段话我感觉真好，伊讲喷水池会当真水，是因为伊有压力。有压力，将这个水甲伊冲出来，所以喷水池、喷泉，会当真水。瀑布咧，会当真壮观，是因为伊无退路，伊敢会当往前、往下面，甲冲落、冲落。所以瀑布会通真壮观，因为伊无退路。滴水会通正过石头，滴水可以穿石。是因为伊永远拢咧坚持，伊伫遐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这粒石头嘛会滴出一个坑，滴出，甲伊软过去。所以当咱有重担，咱有压力，这个重担压力会当成做咱的助力，会当成做咱的动力。有一日我看到即句话，我头起先看无啥有，我就去查，问阮牧师娘，阮牧师娘是读英文系吼，伊讲 It's okay not to be okay。我讲这是啥物意思啊？意思就是讲，当你不 OK 的时候也没关系，不 OK 的时候也可以 OK。卖当讲无完美嘛，袂要紧啦，无好嘛，袂要紧。咱拄则讲有时上大的压力就是咱家己，咱互咱家己压力，是咱甲咱家己缀调咧。咱甲咱家己封掉咧，所以当咱求好心切、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时，咱就会互家己重担，互家己压力。所以咱就爱家己讲，不 OK 也没关系，无完美嘛袂要紧 ，It's okay not to be okay。所以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兄弟，咱富强教会水准拢真悬，咱甲咱的厝边隔壁讲英语的好 ，It's okay not to be okay。3秒钟 ，It's okay not to be okay。今仔礼拜煞讲到了，你啥物拢袂记就袂要紧，你若会记即句，就会当受用无穷。It's okay not to be okay。所以当咱的重担，歹势，阁有呢？阁有呢？对，歹势，谢谢。好，想讲时间到啊，阁有咱足侪兄弟咧啉咖啡，咱教会真水真好的咖啡厅这众所仰慕足侪咱的牧者啦兄弟拢真爱咱教会这个咖啡厅，甚至嘛拢有人来咧参观，拢要安怎安尼设一个遮尔水的咖啡厅因为我早起就是礼拜讲道前礼拜前，干那啉白滚水较可惜。毋茫另工较过来找咱夏牧师、谢牧师啉咖啡啦咖啡咱拢知影，弟兄弟姊妹，咖啡豆敢会价值？无人咧食咖啡豆啦咖啡豆敢会当直接冲水泡咖啡？无法度。要安怎咖啡豆要安怎泡咖啡？
你著爱先咖啡豆爱安那磨，啊，搁爱磨甲足油哦，吼，像人咧磨中药粉安尼共款吼。当然咱拢是用机器啦，吼，咖啡机吼，啊，你啊磨，啊磨了咧，安尼就会当泡啊吗？袂使。咖啡豆你搁磨甲外油吼，嘛袂当直接泡，因为你袂当泡，你冲烧茶啉落就咖啡渣，就爱安那爱煮，爱冲烧水。爱煮，当然即马机器会当做，啊若无就是爱手冲，吼，也是用迄酒精灯，吼，安尼冲，啊有诶咖啡，什物滴啊，冰滴咖啡，讲爱泡几啊工，一礼拜较泡一杯哦，嘿，迄著毋免等啦，吼，等袂赴，吼。所以咖啡豆，伊要成做一杯真好啉诶咖啡，爱经过足济压力、打、冲烧水，才会当啉。所以，当咱咧啉咖啡的时，当咱咧食下午茶的时，咱会当来想，有一句话讲啊，有一个英文讲啊，压力，即个英文吼，颠倒变就是点心啦，吼，我嘛是迄天看着较知 ，stressed，S-T-R-E-S-S-E-D， 啊，你若颠倒头写咧，就变做 D-E-S-S-E-R-T-S， 吼，你甲写过？真正是压力 stressed， 但是你颠倒变就变 desserts， 点心。所以这个压力，你若甲伊转化，你若甲伊转换，压力会变做点心。这个压力会变做你经过了后，你回想起来，你拢感觉哇，真趣味，你拢感觉。原来我也可以走过来，原来过去这么多代志，回头看这么多代志，我今毋是拢已经行过来啊嘛？啊，咱的兄弟若做伙常常拢爱开讲的话题，就是做兵的时的代志。总是其实回想，迄当时真正是足痛苦啦，要哭无目屎，心事啥人知？无讲你毋知吼，讲了你就知。迄真正是安尼行过来时，当你回想、搁看、搁想，拢讲甲哇，喙甲全泡，讲甲当年勇吼。但是其实，那个你敢要搁去做？无啊，毋免啦，毋免做过就好啊，做过就好啊。天堂路有没有爬过？有啊，再爬一次，不用了，爬过就好了。所以其实压力会变做咱的点心，所以毋是求上帝改变咱的环境。是求上帝，互咱有勇气、忍耐，甲赢过咱环境的信心。压力是会当成做助力，压力是会当成做动力。压力可以成为助力，可以成为动力。咱的环境可能就是安尼，无法度改变。咱的环境可能就是伫即个所在。有时阵，当咱伫一个所在工作，逐工拢有真无欢喜、压力重担、真多时。逐工拢讲啊，我要死头咯，下班了过工，搁继续来上班，安尼上班甲退休。你兄弟姊妹，其实咱的心是比这个环境搁较重要，伫咱的内面比外口的一切搁较大，伫咱的生命中比外口的环境是搁较强搁有力。所以咱来放心，咱来信心，有时咱有烦心。但是咱爱放心，咱爱有信心、有交托。咱有咱烦心的事，但是咱爱放心，咱爱有信心，交托给上帝。以斯帖敢无有烦心的事嘛？约瑟、大卫、保罗敢无有烦心的事嘛？宣教师敢无有伊烦心的事嘛？总是伊愿意放心，伊有信心，伊交托给上帝，继续行头前的路。有一段话讲，会累叫人类，人讲为什么叫人类？因为我们会累，会累叫人类，人类会烦心，因为很有心，但是要放心，要保守你心，更要有信心。这是我写伫 FB 的一段话。这段话讲，当然会累叫人类，这是听人讲的啦，有时阵咱会感觉真忝，咱会烦心，因为咱真有心，咱想要甲代志做好，咱有重担，咱有压力，但是咱爱放心，
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更较爱有信心，交托给上帝。所以人类会不会累？会啊，是正常的。有人讲，咱较早拢讲，好累，累得跟狗一样。啊，最近听到一句话讲，其实狗才不会累，是你比较累哈。你说你累得跟狗一样，狗才不会累的，是你比较累了哈。所以咱要有放心，要有信心，更要怎么样？开心。你当这烦心的代志，你甲放呢，交托给上帝，你有信心的时阵，你就会开心，就会欢喜，就会快乐。所以保罗最后讲安那，爱喜乐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保罗伫家教内底嘛，甲兄弟姊妹讲安那，爱喜乐，喜乐，搁喜乐。所以保罗讲，什么人软弱，我无软弱；什么人跋倒，我无着急。我若要夸口，我就要夸口我软弱的事。所以保罗伊嘛甲兄弟姊妹讲，上帝和伊的恩典是教也伊用，因为伊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的顶面显得完全。所以伊搁较爱夸口伊家己的软弱，和上帝和基督的快乐来正伫伊，和基督的快乐来带伫伊。和基督的快乐来点伫伊，因为咱有软弱，咱有软弱，总是上帝的恩典教也咱用。所以保罗伊毋是干那伫遐咧埋怨，伫遐咧安尼吐怨言，伫遐咧讲东讲西，讲五四三，毋是。伊讲了后，伊阁回到上帝是阮宝座前，倒来到上帝内面，因为伊知影基督的快乐点伫伊，互伊的恩典教也用。所以恩典教也咱用，阮教会头前有2支条啊，6支啦，6支。啊，中2支有一遍，我行入去的时，伫迄个所在，我想到这段圣经节，讲有我的恩典，你就教业；有我的恩，你就教业。当咱特别来到伫教会来亲近上帝，咱毋是咧甲上帝讲，上帝啊，你的恩典教业我用嘛，你的恩典教业我用。所以，当我来到教会，上帝了，我拜伊，阁是重新一尾活龙，我阁要重新出发，我阁要重新得到快乐。所以压力山大，大山力压；压力山大，大山力压。才有几句话讲：虽然有难过，难是难，总会过。虽然咱有歹过的代志，有难过，难是难，总会过。现实不是真实，这是孙宝林牧师伫启示录的课程，我领受真重要的一句话，讲现实不是真实。咱现实的生活生命是现主时的，是伫地面上的，咱的愿望是在伫天顶的。压力是阻力，是动力；压力是要成为助力，成为动力，不要变成病力。有时咱的压力会互咱成做病力，但是咱安那爱成做咱的助力、动力。咱的欢心，咱得爱放心，有信心交托给上帝，这样我们才会开心。所以保罗伫伊的生命中，伊拄着侪侪劳苦重担，伊互关落家受拍，伊几若遍安尼险险啊死，拍5遍，搁拍40遍减一个，3摆受关仔拍，1摆受石头钉。船破，一日一暝伫深海行远路，拄着江河、贼马本族、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海面的危险，总是罗马书的时，保罗安那讲，伊讲，之水要过断咱伫基督的疼，迄是患难，迄是困苦，迄是困着，迄是夭饿，迄是痛体，迄是危险，迄是来倒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你的缘故，终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反倒伫遮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较有存。弟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拢有无共款的重担压力。台南神学院嘛有台南神学院的重担压力，特别即马少子化，搁有侪侪即段时间，咱敢若看新闻。咱就会看到足侪，无论大学、高中，甚至国小、幼稚园，拢着爱收起来。我伫进前牧会教会、启美教会11档，迄个时阵其实
阮的囡仔读善堂国小，堂长所设的角色啊，其实若毋是讲伊有特殊的伊的学校的定位，其实学校可能嘛爱收起来。因为阮囡仔读善堂国小的时，全校差不多100几个，包括校长、老师、小朋友吼，全校差不多100个左右安尼。每一年级敢若一班，每一班差不多10个囡仔，所以我拢甲阮讲，阮的囡仔拢读10名内啦。因为都10个囡仔尔，吼，搁较怎读嘛袂11名，吼，拢读10名内嘿。所以其实咱会看见讲，伫即个世代中间，神学院咱若讲要经营，嘛是着爱经营，嘛是着爱对着时代。但是在对时代中间，其实科技咧变化，时势咧改变，真多重大压力，总是上帝听无过长，伫咱的大环境，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互咱会通继续向前来跑走头前的路站。毋但安尼，要阁得胜到有剩。所以，当咱伫为着做事关心大道的时阵，最后我要用即个我真喜意的祈祷文，甲咱来做分享。做代志，其实当我咧面对，迄是超出上帝的旨意，包括我家己的性命，包括做服侍，包括教会的服侍。我感觉即段话拢互我真重要的提醒，嘛有真好的鼓励甲勉励。即个祈祷文讲：上帝啊，请使我安静，互我去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代志。请使我勇气，通去改变我会通改变的代志，也使我智慧来分辨即两项的无共款。常常我咧面对代志的时，我祈祷是上帝啊。安静，互我安静的心，互我去接受可能我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假使咱无法度改变，安尼就莫去甲改变。可能别人会当来改变，迄是伊其实无需要改变。但是若会当改变的代志，上帝啊，你互我勇气。勇气的国语是啥？氧气嘛？毋是啦，不过氧气很重要。勇气也很重要，使我勇气，互我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假使我会当去甲改变，我就爱有气力，爱有勇气。无我会惊袂着顶。有时咱嘛会讲拍咧较袂着穿，你开着去甲改变啥物代志。但是若是上帝你爱我去改变，亲像以斯帖啊，这是互我。伫这段时间，搁一遍真震撼的亮光甲圣经节，就是以斯帖，伊是一个女性，总是伊愿意去改变伊会当改变的代志，伊有勇气，伊嘛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去分辨这两项的无共款，啥物代志会当改变，啥物代志袂当改变。嘛，互咱通过伫咱的生命中。最时阵，可能你拄着2好3坏、蛮累、第9局，袂要紧，压力真大，亲像山遮尔大，要安怎过？要安怎行？求上帝，互咱烦心的事会通放心，阁有信心，然后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咱做伙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主你，互阮同齐来到伫你的受恩宝座前，主感谢你，通过教会，互阮会通领受到主你的平安、稳定甲祝福。也求上帝陪伴阮、帮助阮，也通过教会牧者、中级同工兄姐，互阮会通做伙向前跑走阮头前的路站。检采有大海、大山。总是主你，互大海会通分开，互大山会通刷开，也互阮会通有安静的心，面对最挑战、困难、重大压力，互阮会通知影，主你要互阮安静来面对阮无法度改变的事，
总是主你也要互阮有勇气来面对阮会通改变的事，也恳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会通分辨，什么货是会通改变，什么货是无当改变。因为上帝你的确有你美好的旨意伫阮的生命中，阮安尼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